嗨，又係我 Andy 翁啊！喺銅鑼灣呢個地方，全部都商業嘢、購物商場，幾難得有個25年嘅近新樓，而且喺咁密嘅銅鑼灣地帶入邊，居然有咁光猛、咁開揚嘅景觀。我哋睇一睇個景觀啦！打俾我，盡做 Andy Yung Andy 翁等你支持，俾個 like 或者俾個讚啦！